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阮自己的江国的北部广播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迄天因某甲我念甲我骂，念啊呐，讲国情啊，你是毋是昨日甲阮翁约中昼12点半，讲淡路口一定会当相拄着？我讲对啊。我是讲相拄着呢，我毋是讲相拄会着呢。我毋是要招恁翁拖住冤家呢，无毋对。即句拄着吼，高雄头拄仔伫咧讲，咱若讲相拄会着，这歹话哦，一定是咧共放刁才有安尼讲哦，毋是讲咱约束12点半伫路口讲相拄会着，无人安尼讲，无毋对说啊，我都约恁翁12点半，你约假的啦，是安尼讲约假的，因为你目的吼是要早就甲拖出去，等甲日头落山，要带下去。轻松一个，行一个啊，回京消息啊一个，对无？我互伊讲安尼，我家己煞想歹势。我甲讲说啊，国情吼拄着啊，才招恁翁出去一个尔啦。拄着啊，甲拄着，这是敢若争差一个啊，无毋对。台湾话敢若争差一个啊，有当地啊就有差。你想讲唱歌、唱流行歌、唱歌拉曲，后壁若加一个啊，变做歌啊。歌甲歌啊就无共，歌啊后边啊做甲有出头变做歌戏，所以加一个啊有争差，拄着是讲咱约时间某时某咧几点几分，踮倒位咱两个去拄着，但是若拄着啊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我甲阿国嫂啊，因讲我拄着啊，才招恁翁出去一半摆啊，伊甲因啊，讲你吼就是歹物啦，即句歹物，台湾话伫咧讲，表示讲即个人真歹囝。真唔做物，咱讲迄个真歹物，甲因人带出去花，带出去拍，当然伊嘛我歹物是合理哦。毋过国政谈遮小甲你补充一下，那歹物咧讲人，讲性地，讲作风，讲性情，讲迄个人都毋是好囝，安尼叫做歹物。后边来加一个啊咧，国政头拄我咧讲拄着甲拄着啊，意思完全无共。歹物后边加一个啊变歹物啊。意思完全无相像，歹物啊，干那两种解说。头一项就是讲哇，迄间厝内底有歹物啊，这国情毋免加讲啦。我定咧讲笑讲普通级的节目，毋免解说甲伤过详细。搁另外一种意思哦，讲迄个人体内已经得着大症头，咱无爱讲病情的名，咱嘛讲伊生歹物啊。所以歹物甲歹物啊，意思是无相像。